学哑语，海盗给没播，就是哪一个县里面，海盗给没播，要给也嫌我，海盗给也要给海也带我到海盗就是哪一个，这个头呢就是一个人的个的意思。海盗给没播哪一个嫌弃里面，嫌的嫌弃里面，嫌呢这个字方言说莫嫌我莫嫌我，所以看这就知道给要给也嫌我，海盗给要给派也带我到，哪一个嫌弃我也嫌派我来的那一个，就是那的意思，那一头那一个。这个 game 其实它的发音部分在尖，这个弦的发音是尖 game， 所以弦读尖，弦读尖。海盗给没播要给也，海盗给也要给牌也带我到，哪一个那个嫌弃里面也嫌我，哪一个呢嫌弃我也嫌弃派我来的那一个。哑语很简单，完全就是汉字。哑语它不属于汉语，不属于汉语。我其实做了很多这个视频，但是不能下来。不下来呢，我做两个。其实呢，别看这很简单，但是某些专家们是写不出来的，有专家是写不出来的。我看见有一个什么美国咬协会的，我不认为他水平很高，以前我认为别人的水平很高，比如说外国摇族的水平很高，但是我不是这样认为的，